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这个礼拜6月初5是世界环境日，也等于对1972年自天以来，今年第42年呢。台湾当年如检讨，也能提降碳洪作为哪道事情？不过同欧美、日本、很多国家甚至中国比起来，台湾又做到为一多呢？政府推动大碳释放的计划满1年呢。在世界环境日前，我们特别去到在推动大碳计划同绿色运输的澎湖同小琉球，了解1年来的大碳计划做得为乜嘅，又有乜嘅含辣的素材。接下来我们本3个单元来探讨。首先，交通部观光局在去年呢，先天小琉球来做绿色生态旅游的大碳释放岛。1年下来，小琉球的绿色运输对质的变化到量也有变化的。来看小琉球的离岛经验。讨论天天的时间，小琉球港口就要停下来，纷纷的老料离场就要开始了。上来的人客本菜地的土油一层一层的打开，很多年来，离岛旅游方式单单是结合歇业、驻茶旅游的多种行程，不过还是有得的无团团的人客，也是这驻茶业者团团做出来抢人客。小琉球面积唔大，6.8平方公里，相比台北市青色行政区、太同区大家都听听，全岛老一圈每张13公里。不过观光产业发展当家，就东港琉球县联营船公司的船票来算，全年人客数超过50万人次，请主要交通工具奥多拜数量要进来进到。照监理所统计，到多项的奥多拜减减的15000台，当天设计下的人每张7300人边呢。奥多拜数量是人口数的2倍。在之前的话，大致上都是说我们琉球乡亲所在起的这个汽油机车而已，但慢慢的大家都知道，你看这个旅游人次的成长，当然了这个机车出租业者的那个家数也越多，然后呢，这个机车当然也就一直在增加咯。慢慢吹，慢慢吹。用天通奥多拜和一般汽油的奥多拜无嘛共样，人客堂的介绍过后，此等天天的吹油门加速，准备要以民宿开始1年的观光行程。交通部观光局去年线的小琉球做大碳示范岛，推动天通茶试营运计划，按算执行到今年底，委托单一的电动车厂商，到小琉球全岛设立4个电池交换中心，各风景区设立干天墩。头2年，奥多拜就出现有80客家。委托县政府呢，那个委托厂商来办理，然后他是直接引入电动机车，有300部来供给游客去骑乘。那这样的方式有2个，一个是我们保证这样的机车呢是可以比一般的燃油机车来的便宜，以吸引游客的意愿。第2个，我们希望能够引起在地人的共识。当初这个2年3年多前，这个是有2个地方考量，一个是绿岛台东县，一个是屏东琉球乡这边。那一开始其实都锁定在台东的绿岛，其实那时候办了几次的测试，我们业者很多都到那边测试。可是后来因为一些缘故，就可能屏东县政府这边积极，琉球乡乡长积极，所以整个政策移到这个小琉球来。在1万人台奥多拜当中，天通奥多拜抢占300台，数量并无算多。韩国一对奥多拜还是用租的为主，看得出在地人对天通奥多拜性能还不是一清楚。事实上，早到12年前，环保署就是补出第1台天通奥多拜，这样时用的是盐酸电池，每台车的抢的电池只有60公斤客家安装，吹通还无3年就失态的。那现在我要取出来的是电动车传统使用的铅酸电池，
那接着，好，这是目前电动车主力是属于以锂电池为主。那这两种的电池的比较呢，是它两种电池容量是一样的，可是锂电池是铅酸电池的1/4重量，体积也是它原来的1半。这多年来，电动奥多拜改变生态的最短电池技术进步当多，电动奥多拜骑到行较远多。简单来说，概念一粒锂电池，它可以做得去30到40公里，干电的成本没当大。迄个拿汽油车和电动车来比，10股还冇多1股。大概一台车如果跑50公里，它大概应该是2度多不到3度的电，大概每一家厂家大概做的技术这样。那2、3度，1度大概就3块钱的话，大概就不到10块。所以纯粹从一个骑乘的公里数换成电费，它实际上大概是比汽油车大概比较起来1公里1块钱的油费的话，大概是1/10不到。用电动车而解决的生态问题，还是马力同骑的都基因呢？推在全长还冇13公里的小道上，而骑行飞飞咧，检测拄到电架，迄讲骑唔上去，叫做老亏嘅。在小琉球有个特别的一个坡度比较大的，然后白灯塔，然后那时候乡公所因为车的性能，它还立了一个牌子说此段路斜坡大，不适宜电动机车。可是。在去年开始屏东县执行的时候，我们对车的性能很有十足的把握，所以我们特地去在那边做测试，而且也取得这个计划。台北电动车发展都看唔好，除了速度较慢，还有当重要原因系客家无模力。故所地方政府含推一片对这牌嘅，向电动车冇凊彩去抢安用嘅家。不过也才做得较好嘅，所讲嘅绿色运输会有当好发展的机会。不过都在上希望，人家也做来吃看呐。就算係一台車嘅車輛3年，唔但搶騎得上去，還個躺唔到乜嘅聲，躺唔到像係汽油奧多拜引擎呼呼滾嘅聲，安全又環保，也咩小琉球人親第一嘅。白天來講，機車真多啦，可能我們在道路上的行駛方面會產生一個不方便。第二個，晚上來講就是產生一個噪音，當然會產生對鄉親這邊的一個干擾。然後第三個，更重要的，就產生更多的這個污染出來。這國外經驗，電動奧多拜單單對體細人道的都市發展起來嘅，同台灣晒對封閉型的離島開始推進，也下小琉球希望變做台灣的綠色運輸發展的指標。我們由小而來帶大的，必然要從琉球這個地方，因為這個地方小嘛，所謂的現在在試營運，把這一套的話，整個在琉球完成起來，做了一個成功的案例。然後呢，我們台灣整個縣市啦、鄉鎮的話，都可以到達我們琉球來這個地方來參觀。同小琉球的民宿飯店老闆，乜使有乾天開嘅，停車咪當利片。不過一隻試營運的計劃，搶到今年代，到期嘅高鐵人士咯。係講小琉球冇嘅電動奧多拜，所講嘅大灘旅遊，佢唔做唔上嘅。政府用透過補助，民眾彰顯到汽油奧多拜問題咯。中央政府看有沒有決心？有決心的話，我們必然要做。那必然要做的話，這個第一個就把現有的這個汽油機車，我們就看要分幾年，比如說要分3年來講，那我們就在第1年度，從這個車齡幾年以上的，我們第1年度就要來汰換。政府呢，其實也不會因為這樣就結束了，它現在這個計劃本身還要再延續。那目前的大致內容，但還沒有定案，還在送這個上級機關在核定。目前我們更想要推廣到鼓勵租賃業者，那個一般燃油機車就是租賃給觀光客的這種機車的業者，希望呢
提出配套措施，补助他们汰换电动机车的这样的一个方案。